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卫福部桃园病院群组感染继续扩大。疫情指挥中心昨6点半临时开记者会，宣布对1月7日到1月19伫桃园病院住院出院的病人、带做伙的厝内底人、捌去过病院照顾病人的接触者，拢爱居家隔离14天。满14天了后，过来采检，算的考出来的相关对象应该有5000人。桃园市卫生局疾管科办公室特会拢无关，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是暗时紧急宣布恢复隔离措施，员工关门车加班通知民众，不应该暗顿个内当叫外送。现在有没有忙翻了？有啊，电话一直来哦。那你们今天上班到几点？应该都就是看什么时候结束。为着应验卫福部入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指挥中心日时暗时加开记者会，宣布自即马开始扩大回溯病院的相关接触者居家隔离措施。1月7日到19之间，都无入桃园病院出现的患者带做伙的人，甲陪来看病的人带做伙的人，还有第889例看医生的时阵的相关接触者，全部拢爱居家隔离到出院了的14天。估计相关对象可能超5000人，全部拢爱居家隔离到出院了的14天。已经完成的人会安排采检，而且继续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隔离中的人会等待完成了后，再过来安排采检。我们认为有这样的一个警讯出来了哈，那我们应该做一个更完整的这防火墙。好，虽然这样子的影响很大，好，那不过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我们觉得这样做是比较完整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认就是这个陪病者了不过我认为大概可能会将近5000人吧。陈市长表示，目前指挥中心甲包含范围的对象，无各分老站、规栋医疗大楼拢列做红区，为着予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家保分段的提醒会增加。从1月7日开始，捌去过无入桃园病院看医生的病人，还有工作人员，立即起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现在刘所坚强伫人面册铺文指出，这是根据防疫会议甲专家小组意见做出这个结论，就随敲电话予总统蔡英文报告相关决议。蔡总统嘛铺文请全体国民共同配合，度过疫情的挑战，而且强调讲要5000人的隔离规模较大，加减有一寡不方便，所以需要台湾人民共同团结。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表示，市府团队已经针对居家隔离来表明作业，会甲中央合作，共同对抗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桃园病院相关的接触者全部拢爱列入居家隔离14天，人数是接近5000人。桃园市长郑文灿早起有开记者会，说明桃园的防疫措施，包括全桃园市要做大消毒，大型的活动拢要取消。桃园市政府嘛要求中央爱斗3天，这是头拄郑文灿开记者会上新的内容。来关心卫福部桃园病院群组感染疫情扩大，卫福部即马有设紧急医疗咨询平台，24点钟提供服务。另外，目前桃园病院的急诊拢已经成冻点，若是有需求，就要转去附近的病院。嘛，地区附近的病院，即马医疗负担加3成。挂嘴暗，人甲人之间保持1点距离。玻璃桃园病院的户外采检区，24早起继续有人来排队采检，现场非常安静。新冠肺炎疫情，部桃医护群组感染事件，搁新增2例确诊。指挥中心继续定期启动部桃专案了后，24下昼搁宣布扩大执行。医师在线上呢，先经过评估之后，如果是这个需要到医院就医的，就会转介由卫生局安排到指定的医院来接受后续的就医跟必要时候的采检。赵宗良指出，根据医疗咨询平台会由4间医学中心的急诊医师提供24点钟咨询，有需求民众经过初步体检，搁由卫生局安排病院协助后续处理。适用伫捌伫部桃就医的病患家属甲带做伙家人，因为部桃以爆发源来感染病患降载，也互桃园其他的急救责任病院的医疗负担增加30%以上。那个影像先做扫描，然后再配合人工智慧去判断鼻腔的位置，还有它的深度，然后就可以用机器手背呢搭配它的那个裁剪棒去做一个自动化的裁剪。这个好处就是我们人员不用跟它接触。院方除了分层分流设立户外采检，也引进 PM 自动采检机器人系统，协助自动化采检，降低医护人员无必要的暴露。医疗院所那卫生局会要求
礼拜天这个病人比较少的时候要进行全院的消毒。那公共区域的部分不管有无足迹，那我们已经把全市360个点都列为消毒重点。防疫就像作战，汤市长郑文灿伫慰问医护人员同时，也强调会针对集群相关车站等公共区域加强消毒。消防局也决定各社区的关怀据点为2月开始停止服务，避免群组甲侵略传染保护抵抗力相对较弱的时代。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赶紧来关心咱台湾团队引发的杯星卫星，也有玉山卫星，昨11点顺利对美国射去外太空。按算伫今日早起10点左右，咱台湾的地面站就当接受到卫星的信号，确认敢有顺利。3, 2, 1, 0。到达时间顺利发射，由台湾团体所研发的飞机卫星甲玉山立方卫星，经过天气甲安全检查等等的因素，3届延期。日是暗时11点，终身到 SpaceX 的猎鹰9号飞机，对美国卡纳维尔角的基地来升空。在2分36秒，第一节和第二节会进行分离。2分40秒，第二节的引擎会点火启动。2分51秒，整流罩会分离。考完42秒了后，第一架飞机搁一届成功回收，价值600万美金。超新台票8300万的整流罩嘛顺利分离，进入第起站。到时阵会由 SpaceX 所派出的回收船队 Gomis 3来进行回收，一步一步顺利进行，嘛互现场的人欢喜甲大声欢呼。在前年的福卫7号发射任务中，福卫7号为 SpaceX 带来满满的福气。Mystery 第一次成功的回收半片的整流罩。那历史上根据网站资讯，曾经有2次2片整流罩同时成功回收。国家太空中心表示，发射了后，所落来2大关键行程是脱离火箭甲通信。第一届通信时间超伫咧2、5早起10点左右。台湾的地面站会甲卫星进行头一届通联，来确认甲地面的连线敢是有顺利。明天早上预计10点第一次对卫星做通联的联系，那我们会跟大家报告好消息。飞机甲玉山卫星，预计伫2、5早起10点6分，第一届经过台湾的天顶。根据 SpaceX 的资讯，这个任务是世界上最上济卫星的飞机发射任务，嘛是台湾头一届大规模立方卫星的发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时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温度会豆豆回升。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伫北部、东半部高温有21度至23度，中南部高温是25度至27度。爱说日是暗时温差较大。明仔载暗到后日，东北季风会小可增强，伫大台北、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拜四，大陆冷气团会到位，北部、东北部温度会下降。到拜六，大陆冷气团才会减弱。乡亲爱说日这礼拜天气温度的变化。中南部伫这几天是爱说是空气污染的问题，中部瓦近山区也有金门、云嘉南，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提醒。高雄、屏东是达到红色的警示。气候变迁，天气即马出现极端的变化，恶掌握。看天食饭的做事人上无奈，打着业者甲农业知识甲天气的政策结合做伙，研发一款智慧系统来监测产地，毋但会当减轻农民纯产水的负担，嘛会使掌握农作物的生长，减少损失。农民若顺过这行，若看手机啊，千万唔通掠准伊是咧算命测回来。这个农民是用手机啊来监测农作物的状况，产地土壤干偌侪水分，温度敢会伤悬，也是伤低，靠一支手机啊，就通掌握详细。过去做事人种植控制水分，普遍是靠感觉。若无好势，一个变天，恐惊有功拍无落，要收成收拢无。那都有业者利用科技、甲农业知识、甲天气侦测结合做伙，研发一款智慧系统，协助农民监测温室，成功降低大约1成的农业损失。现在也可以在温室里面去设置一些专属的电力控制，然后可以使用手机跟云端控制，那变成你可以了解到外在环境以及内在环境之后，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个像是一个水源的开关，或者是说风扇，还是说屏幕的一个拉电动的一个装置的一个开关。
现在有这一个数据，我可以就很正确的去调控说它水分该给多少，从它的生长期一直到整个后端它的营养期，都会蛮正常的。人接讲，这世人是看天食饭，农民上关心的就是天气多变，将安危难。农作物过无好势，心血恐惊就来乌有去。但业者设计一款智慧监测系统，就希望减轻这世人的辛苦，也降低因的损失，稳定农民的收入。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苹果日报。德国的经济部长拜托咱台湾政府斗相共，讲德国即阵的困境处境是真艰难，引起小产业的晶片无够用，望咱台湾的台积电会使提供晶片给因。台积电是表示讲，若准有假当然是无问题。咱经济部嘛表示讲，从去年底到今，外交管道伫透收到相关的国家讲汽车利用的晶片欠缺，向咱台湾提出要求。来关心自由时报。咱国内传出本土病例影响休寒，国内旅游过年的订房日头咧取消，垦丁的饭店退房超过500间，若花莲新正初1到初3嘛退了4800多间房间。即马因为是台东的旅游景点，真侪拢伫户外较济，所以有一寡民众是转去台东佚佗。即马只有台东的旅游无受疫情的影响。来看联合报，县市合并了后改制第10档啊，6都的人口嘛有出现变化。主计总处就统计讲，台北市、高雄市2大城市户口迁出去人口减少的趋势无动点。若桃园、台中、台南是继续发挥吸铁的效应。去年桃园增加2万人，是6都内底人口增加上侪。卫福部的桃园病院群聚感染，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一个是出院的患者，另外一个是伊喂互伊的厝内底人。其实因住院的范围、活动的范围，本地是讲伫病院内底风险较低病房，结果嘛去喂着。疫情指挥中心即马赶紧有关风险的范围，讲规间桃园病院拢是咧做红色的范围警示，所有医护人员、住院的病人、大做伙厝内底人，拢总爱隔离。国内阁新增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个案，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这2名是埔里桃园病院群聚感染的阴性个案，其中89例是本国60多岁男性，1月7日到11期间，因为其他疾病住入12A 的病房，11出院，89伫16至18期间有出诊，就医了后症状改善，20起出现畏寒忝等症状，23因为其他疾病就医，让体温发烧，到隔离采检确诊。89控例是89带做伙家人，89伫住院期间也是由医照顾。伫1月20出现脑疼、日日发烧，因为是密切接触者采检了后确诊。传染期内，他们大概比较多接触的，应该是他有一个一般好朋友。一起打乒乓球的那都已经被我们把它框列起来，在外面有吃过大概2次饭，那我们再确认那个时间点。指挥中心表示，89例出院病人甲89控例陪病家属这2位确诊者的卡条也来了解，2个人进前拢无接受过采检，因住院期间活动范围是伫风险较低的列区12A 病房，也毋过因为即马新增病例，所以爱将列区改列。风险相关的安区，相关接触者拢爱伫厝隔离，也已经调回所有的医护再次采检。89甲89控例的感染源也来调查，病院内的血清检查会启动来厘清相关疑虑。等于是10A、12A、12B， 这样会有1301人列在我们居家隔离里面。现在就开始要对相关这些做一些血清的检查，也是为了要厘清这相关的情况。另外，顶地新增个案802例，也就是881例老大人的大查某囝，指挥中心也更新伊的卡照。1月19到22天下昼拢去过桃园重平红运市场，这个市场早起也再次全面大消毒。但是中强调，这波疫情目前无放松的本钱，伫2月初4进前绝对是平安状态。无头来感染状况无继续，也毋过社区疫情发展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群聚感染扩大，即摆有专家就讲，疫情指挥中心去头先已经想过看轻病院内底的烧卫风险。一开始想令，即摆才要缩案，是已经出现确定病例，才翻头要去追查，可能想过头班人。
布料桃园病院群组感染人数搁增加，有外界就集齐，指挥中心计估院内感染风险，新冠病毒已经探到3间病房时阵，都应该扩大采检。这次的案例里面，好像有些病人他并没有被宽列在亲密接触的病例之内，所以一开始是没有采检的。那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对亲密接触的定义可能要注意，因为在业内感染发生的时候，它不只是面对面的可能发生的飞沫传染，还有说如果是病毒污染的医院的环境，那经过间接接触传染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医生表示，院内感染是无法度完全避免，尤其新冠病毒的感染，伫初期有超过一半人是无发烧的。干那为是毋是有发烧来判断家己是毋是有得到较严重的新冠病毒，这是错误的。只要你有接触，就算是简单的家扫流鼻水，都要做采检。伫症状较轻的时阵，假使无马上采检隔离，就可能有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的风险。尤其病毒透过病症继续演化，真可能就较会感染人类细胞。快筛加上一个 PCR 的一个检验，才能够应付在未来春节期间可能大量的一些咳嗽、肺浸润以及发烧的病人，必须要快速在流感跟新冠肺炎之间做取舍的话，最好现在赶快把快筛的能量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够减少对于实际需要确认诊断 PCR 检验的一个需求量。医师表示，扩大采检病毒，毋是规个病院或者是规个社区拢在做采检，只要也无大规模扩大进行，也是针对可能有接触到病毒风险的人，直接去做精准式的采检。佮强调，若验出有抗体，周边的人拢应该列为居家隔离，这样全面围堵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即摆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摆抑搁咧传。即摆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9900万例，死亡人数有213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卫生增加5例，目前计共889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伫香港即摆已经有1万例，日本是超过3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5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884万例。欧洲的国家伫法国是超过311万例，英国已经超过365万例。德国为着要防止英国的变种病毒，即马加严边境的管制，严格嘛是传出飞行机的制造商空中巴士有20外个员工确诊，目前有500人爱防隔离。另外，柏林有一间病院因为变种病毒大爆发，目前是封院。那英国伦敦的警方是去抓违反防疫规定的 party 开罚单要重罚。荷兰是有民众因为不满宵禁令出现街头的暴动。咱来关心欧洲的疫情。伦敦警方24半暝对市区东边一位非法的 party， 超300人无顾防疫规定，群聚活动，无人去互抓。不过警方开出78张200英镑的罚单，超市新台票7641块。警方表示，这寡人无顾防疫规定，嘛因为因自私的行为和执法人员的健康，方便爱踮伫咧风险当中。英格兰目前是避免任何家户之间社交活动的防疫规定当中。目前英国地面死亡已经要10万人，注射计划也搁伫咧继续，要600万人已经做第2剂疫苗。The lockdown is starting to bring cases down, but we're a long way. From that, from being low enough, because the case rate was incredibly high.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南部城市埃恩德霍芬发生街路的示威，真侪抗议民众不满全国宵禁。伫咧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前群聚，这个地区是市长哈塞马指定的高风险区，所以警方嘛得到授权，会当强制驱离，用水来甲因抓。埃恩德霍芬的民众嘛发生冲突。警方是提出催泪弹，至少掠30个人。荷兰议会无甲2礼拜前，为着阻挡对英国来的变种病毒通过宵禁令。警方表示，24当中超过3600人因为暴力行为违反宵禁令，互罚钱。飞行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德国汉堡厂房21个员工确诊，健康官员下令超500人隔离。
官员表示，目前还阁伫咧调查厂房内底感染源，无清楚这波感染敢是甲新变种病毒有关系。若是德国上大医疗团体委婉提示旗下伫咧柏林的昂布德病院，发生英国新变种病毒的院内感染，至少20个人致病，已经封院。Dass die neue Mutation durchaus infektiöser ist, scheint sich jetzt zu bewahrheiten. Wir spüren es am eigenen Leib. Insofern hoffen wir, dass die nächsten Tage auch ein bisschen mehr Klarheit für die Bevölkerung gibt. 德国政府嘛为着应对英国来的新变种病毒，日前宣布更较严格的边境管制措施，针对疫情高风险的地区，会开始检查每一份入境的体检阴性证明。国际新闻5点编译。那中国的官方是讲新增加65个本土病例，其中乌龙岗占上济有29例。那香港昨昏嘛新增加70例，有的所在已经实施禁令，今日早起6点才解除封锁。新增确诊病例8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65例。黑龙江29例，河北19例，吉林12例，上海3例，北京2例。新冠肺炎疫情最近伫中国有拓开的情形，尤其是东北地区，大日新增加80例确诊当中，有65例是本土确诊，其中乌龙岗省上济，新增加19例确诊，也有51例无症状感染者。卫生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要专人监管、专人收集、专用标识、专路线、专车、专通道，严格管理。全省目前共有20个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乌龙岗省政府继续针对医疗废弃物、冷冻食品这方向研究相关应用处理措施，都给疫情继续拓开。您需要的什么药、几何、住址、电话都写清楚。中国各地本土确诊连续增加，其中吉林通化市因为疫情封城，有居民上网络讲当地正面临无食面甚至断药的问题。也有社区工作人员甲病院人员工作也超出负担，副市长赶紧出面为物资配送维护会失礼。市民生活物资在配送上存在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表达诚挚的歉意。另外，在香港疫情也阁升悬，24个新增加超过70例确诊。港府针对早顿受限区域实施禁足令，阁维持做检测20个街坊。记者综合报道。病毒加工的是部分好业产者，也毋过对产者人影响真大。日本算是富裕的国家，也毋过日本一半冬内已经有50万人失业，疫情嘛致使日本产者人变济。东京公园到暗时也是有点电火，排队的人是愈来愈多，拢是要来领免费的食食。通好冬过又搁寒又搁枵的暗时，去年疫情伫日本造成超过4万间企业倒去，过去半年有50万人失业，愈来愈多人是腰肌失当，甚至是伫咧街路流浪。趁无钱的建筑工人如意浪漫来领食食，伊讲看过家友伫咧路边枵死，嘛看到愈来愈多少年人伫咧车頭困住箱仔，伊感覺是真悲慘。今日はたまたまここに来方もちょっと分か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お風呂入ってない方は自分もお風呂入ってなか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匂いで分かるんで、なんかそれでこの方たちがご飯もらいに来るんだなと思って自分も後つけてきた感じで。日本是世界上第3大的经济体，过去失业率无到3%，还有真强的年金福利体系，互人真欣赏。毋过无看产者黑暗面当地快速扩大，慈善团体提供食食、保暖物资，还有就业资讯的援助点，逐工来要求帮助的人数是明显增加。真侪人原本就是薪水真低临时工，因为疫情的关系，法庭就停。日本特色的社会福利，所干那保障企业的正职员工，或者是有家族成员会当互相扶持的人。这寡临时工原本就较弱势，或者是讲甲厝里的人关系无好，就无即个保障。或这寡薪水较少的人，唔知要安怎才好。今日は209人の方がいらっしゃって、これは過去最多の人数で、去年の同じ時期に比べて 2.5 倍ぐらいの方がご相談にいらしてます。过去日本所面对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冲击到男性的制造业，也是上班的人。这个疫情冲击到旅馆、餐饮等等的服务业，真侪女性嘛拢无工课，毋过愿意无顾面子，较落魄的男性做伙排队领食食的女性无够2成。嘛有人烦恼讲会互囡仔写面子，全无愿意来申请社会救助。为政府组织认为，实际上需要帮助的人数应该搁较侪。疫情以来，自杀的人数是明显增加。研究是显示，日本的失业率若是变悬1%，当年就会增加超3000个自杀案例。国际新闻是会中编译。
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的疫情严重，总统拜登暗示要推翻川普政策，禁止最近捌去过南非的人袂使入境美国。葡萄牙今日举行总统大选，出口民调是结果显示讲，现任的总统德索沙可能会选赢，会当成功连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甲法国总统马克宏通电话，希望会当加强双边的关系。马克宏嘛有提出善意的回应。昨中国的军机搁飞来咱台湾的西南空域扰乱，美国的拜登政府打上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昨昏嘛发出新闻稿，叫中国停止伫军事、外交、甲经济对咱台湾的压迫。美国政府进入拜登时代，各界关注美中台局势之际，美国国务院行政发言人普莱斯第一摆对台海情势发声，要北京停止对台伫军事、外交甲经济方面施压。美国对台安全承诺无变，致力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转发这声明，台湾外交部也表示感谢，佢指出会甲拜登政府密切合作。外交部诚挚欢迎与感谢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初就展现对我国的支持，外交部也将与拜登政府密切合作。民进党立委认为，这显示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延续性。军事学者分析，拜登国防外交等内阁首长进前拢对中国表达强烈立场。中国解放军派强机连续2天密集扰台，都是强硬向美方示警，传达政治信号。内容来看。一般都是正面对台湾友好的，那一方面可能是再度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有它的延续性。北京它真的是应该要重新思考对于区域安全要有建设性的做法。它的思维是比较接近是冷战前苏联的这种硬碰硬的思维，那只会招致更大的反弹。中机23派出13架次战机扰台，创今年单日扰台架次上侪纪录。23起军事媒体记录到，中机7摆进入台湾西南角 ADIZ。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94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学者指出，强机组合是水面打击群的编队，无排除是针对美军最近伫南海附的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下礼拜强机如何行动，值得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咱来看羽毛球世界球后戴资颖昨昏伫丰田泰国公开赛决赛的时对决西班牙的选手马林，结果输去，已经是连续2礼拜拢输伫伊的手头。今年头一个冠军还未摕到。也毋过，咱台湾男子双打组合李勇甲王麒麟是继续摕到冠军，已经是连续2礼拜伫国际上的大比赛摕到冠军啊！向前吊球，羽球世界球后戴资颖成功就倒来一军。啊，毋过戴资颖也是以19比21输头一局，面对状况真好的西班牙选手马林，戴资颖虽望提升攻击速度，啊，毋过也是弱甲真辛苦，甚至化解死对手的冠军点。这一方双方是来回要到35届，落尾戴资颖的回球出界，怎安尼输啊？因为知道他的速度很快吧，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先去跟上他的速度。但是，他真的造成了很多的压迫，因为他的攻击比较凶。戴资颖顶礼拜伫超级100的丰田泰国公开赛，面对21岁的印尼选手，摕到个人生涯单打第400胜。啊，毋过伊连续2礼拜是亚军，所以来会伫咧这礼拜年终总决赛，伊入驻单打第2种组来比赛。啊，若是卫冕顶冠的台湾男子双打组合李勇甲王哲林，决赛面对马来西亚的组合，落尾2局拢赢，摕到男双冠军。李勇甲王哲林第2021年是10连胜，连续2礼拜摕到冠军，两个人会以头号成绩继续来拼年终赛台湾头一座男双的冠军金杯。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东太麻里正出名的景点多良火车头，一档有20万人次的观光客去游览。嘛有讲是咱全台湾上水的火车头，也毋过这个车头即马已经无火车咧停啊，即马是乡公所咧管理，因为经费有限，所以按算伫2月份2月初1开始要收门票，一个人爱10块。歇寒旅游大会开始，提醒到东部旅游的游客，2月初1起，太麻里乡多良车站要开始收入园费，每一个人10块。我觉得很合理啊，因为环境是需要清洁的，要有好的品质，就是需要有人维护。
对使用者付费的观念。这项新的措施是太麻里乡公所多年来管理多良车站，当年拢有20多万人次来旅游。当地环境清洁甲设施维护拢是乡公所家己总经费营运，也毋过乡公所的财力有限，今年决定以乡大会通过的征收规费自治条例，要收多良车站营运费，提升观光景点的服务品质。费用我们就是在维持那个清洁、故宫还有场地的维修管理。太麻里乡公所表示，自2月初一起，多良车站营运收费的时间是逐天早起7点到下晝6点。也毋过，身心障碍者无满6岁囡仔甲太麻里乡乡民会当免费入园。记者综合报道。出门要坐客灵车，是拢砸客灵车下日就有，也毋过嘛有一寡所在受设讲，互客灵车会当来排班。也毋过即马有真侪民众拢是用 APP 咧叫车，而且客灵车设排班的所在，若是无好嘛零零清清，所以台北市政府即马按算要收集资料做检讨。这份南港站外口的计程车招呼站有南山的计程车咧排等待人客上门，因为是周末假期透早，等一困啊才有人客。出来就有的坐，方便，免得叫误购的车麻烦。其实台北市政府设243个计程车招呼站，方便计程车司机排班等人。不过因为 Uber 出现甲民众使用 App 叫车的改变，互招呼站的使用率伤过低。车较少就罔排啊，即马疫情关系，生意也无介好啊。这款的招呼站哦，说真的还是要多设1、2个啦。要不然的话，说真的，计程车太多了啦。台北市公运处强调，已经回正各计程车队提供的1点大数据分析，完成了后，计划个增设100个所在，方便民众使用。所谓的100处的热点，它是车队叫车的资料。那叫车的人，通常他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办公大楼，或者是逛街购物哈。公运处官员指出，招呼站设置顶悬，路的宽度爱长照，而且爱在地登记，爱参考当地车流量，甲是毋是造成店家被主动这因素，会陆续会勘甲协调增加招呼站。记者综合报道。电风放上头，咱来去台南。台南的柳营农街打造在地柳丁的品牌，旭日柳丁。这个所在生产的柳丁品质是一粒一的，就要经过机器也个人工的筛选，要来确保品质，才会当出货。这是柳营农会一号场，万来柳丁就要送到这来先甲外口的涂刷粉洗清气，烘干以后，佫有机器个体按照大细粒分级，落尾佫有人工检验，确保品质，才是一粒一粒甜个香的旭日丁。我们柳营的柳丁呢，其实比其他地方的柳丁，它的日照时数增加了大概约200多个小时以外，另外因为阮拢是种伫山坪，所以下水好，所以阮家的柳丁跟外口的柳丁无同款，就是讲我们的柳丁呢，它有非常浓厚的香橙柳丁味。柳营区目前有200公顷的产地种柳丁，农会甲农民合作打造在地柳丁品牌旭日丁，行销优质柳丁。目前已经收购60万斤，由农会把关品质，确保我们的品质呢可以更完善。那甚至说我们到消费者的手上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很优良的柳营的柳丁的品质的时候，我们会做2次的筛选。所以这样子，我们的整体送出去的柳营的柳丁呢，我们的旭日橙呢，消费者他可以很放心的食用。另外就是旧历过年，柳营农会也提供旭日丁礼盒，配合年节送礼，行销地方的农产品，嘛建立在地品牌。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手机啊真普遍，伫手机啊普遍的时代，真罕尼有人敲公用电话啊，所以嘛真罕尼有看的路的有公用电话。所以毋过台南，即马伫仁德区有公园内底就专工采一支电视用的公用电话，带乡亲做伙来看。台南市仁德区的车站公园，因为有真侪铁路的设施，请侪驾驭火车的人来遮翕相佚佗。即马为着要互设施更加丰富，特别设一个公用电话伫公园内底展示。电话是我在今年5月的时候，向我们立委陈廷飞提出申请，请他帮我们向中华电信，是不是可以拿一部那种报废的电话
来这边作为装置艺术。早期台湾甲电信网络延伸到乡村，佮有偏远地区，拢提供公用电话。在新乐佮艰苦的建设过程当中，在地民众往往是会出钱出力协助。不过为手机兴起了后，公用电话使用者是减真多。中华电信也因为维修的成本是真悬，计划当年甲旧的公用电话撤掉。NCC 为着要照顾偏乡的通信权益，有一寡地区也是有适量的公用电话。但是这台电话因为线路的问题，所以无法度通话。李长嘛提醒大家，千万莫落钱入去。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支比较适合的老式的电话哈，也特别提醒大家，这支电话是作为装置艺术使用，并不能够拨打电话。伫这个大家拢有手机的时代，是真罕得看到公共电话透过车站公园的设施，会当互咱想到过去的年代。记者综合报道。欢迎顾客因过要看病，这医疗资源较无遐好，就爱行去斗南也是斗六，真无方便。12当前，正人伫华南国小内底有设一个医疗中心，冒找医生来遮定期服务当地时段。伫市区诊所和病院满是人也拢吵。过去顾客的华南却是无这款医疗资源。12当前，众人出钱出力，甲华南国小拍远的卫生室改造社区医疗中心。逐礼拜2日来遮替民众看病，居民免过搬山过岭。斗南开业的医师赖成宏，就带医疗团队来遮服务，大家拢感觉真方便。我来遮看几啊档啊。哦，安尼哦。你感觉讲吼，伊遮来遮甲你服务，你心内感觉安怎？真好啊。足方便的吼。嘿啊，足方便的啊，毋免去到外口啊。啊无你较早看病拢爱去对看？去到因遐斗南啊。差来看偌久啊？几啊档啊，3、4档。人讲生时缘，主人福，这句话就是讲，抓准病人过症医袂好，若拄到有缘的医生，确实会当医好势。英过华南的居民，连碰这款福气的机会都无。要看医生，常常爱等厝边也破病，才做回落山去到斗六、斗南看病，路途是千里远。自从有设医疗中心了后，当年来看病就有3000人次。从斗南到华南这边路程是有一点远，但是为了服务这边的乡亲，再怎么辛苦，我们是要继续做下去。每个礼拜有来到这边的时候，等于是给他们那种一种内心的关怀。居民真感谢赖医师和伊的医疗团队，无论是透风还是落雨，拢无休困，愿意来偏乡服务。时代也和医生变做朋友，有时阵也通开讲讲心事，消透忧闷。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去年咱台湾头一摆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事的人数，整体的人口是负成长。立法院即马是建议行政院要赶紧成立下部会的小组来想对策。台湾愈来愈少家庭愿意生囡仔。根据内政部统计，2020年台湾总出生人数是16万5千多人，死亡人数是17万3千多人。社会增加部分，因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外国徙入的人数减少真多，互台湾去年总人口比去年减少4万多人，人口第一摆出现负成长。应该也要10来万吧，就是现在人赚的也不是很多。然后养小孩要比较多钱，大家都比较不愿意生，对啊，如果可以领到6岁国家养就好了。少子化问题卡出继续恶化，会影响国家总体竞争力，正做国安问题。立法院法制局提出报告，建议由行政院主导成立跨部会少子化政策小组，制定专法规范各机关的权责。按过立法认为，不如和各法会正做组织单位由政府委员加强协调，这样和各部会更较有系统运作。政府可以去思考的，就是在既有的这些措施上面，那可能要加码，还有住宅的部分，还有这种未来子女教育的部分，我觉得是政府应该要再增加的，因为目前在这2方面的这个补助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欠缺的。学者指出，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提出将子女教育补助到15岁政策，这样让人民有感觉。呼吁政府应该投入更较多资源，这样解决少子化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2004年启用的嘉义市立博物馆，是一座多功能的综合博物馆。伫2008年休馆做整修，经过2冬外，即马重新开幕，佮加一寡互动科技，互民众会当哪算哪学。嘉义的旧名叫做桃子城，所以里面有很多好吃的桃子啊。国小囡仔做导览员，是后届博物馆的展览。嘉义市立博物馆伫经过2冬的整修，增加会当互囡仔哪算哪学习的儿童厅，嘛展示嘉义市的文化特色、市民历史甲生活基地。这个博物馆它有结合在地的特色，然后还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游戏的元素，就是蛮平易近人的，蛮好玩的。多了一些亲子的设施，我觉得还不错啊。之前都只有看到雕像，还有一些画画而已，现在还多了一些设施。会当代表着咱嘉义市的发展，甲嘉义市的精神，甲看到咱嘉义的文化、甲艺术啊，吼，所以这是做一个文化深度的。官方强调，这届重新开放，希望会当改变旧形态的展览，改用互动体验的内容，互民众感受博物馆的活泼。也毋过，嘛有在地艺术家指出，除了啥人来打卡。展览嘛爱思考怎样把家己的艺术文化定根。着根化就是说，你的艺术种子真正要是从土地里面用进去，而不是只有影像的那个简单的那种接轨而已啊。嘉义博物馆其实以往的典藏品其实并没有很多，那我们其实就是用有限的展品，那我们是透过更多元的展示方式去呈现我们要讲的这个嘉义的这个城市的文化主题这样。官方表示，配合10月2021台湾世界展。市立博物馆嘛会正做卫生展馆，希望到时阵会当互参观的民众感受到家己的美感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偏乡的老师来去去，较老袂调。也毋过伫红头树也有国小有一个点14档的老师，名号做颜子玉，因为伊正介意红头树，嘛正疼惜这囡仔，所以选择留伫遮。今年9月份学校开始实施民族教育，伊嘛带囡仔发扬达悟的传统。昨天讲过了，6公斤是6000公克，那么还有一个选项是7000公克，所以谁赢了？耐心叮咛学生作业，伊是颜子玉。来兰书进前，其实就教过袂少原住民学校。廖村对原住民已经捌甲透底啊，但是来到兰书了后，伊搁一摆体验上头仔迄种感动。所以来遮我真正搁一道，迄种感觉过来，就像我第一道去迄个原住民的去带囡仔迄种感觉。迄种上帝，互我看到这个所在有偌水，人有偌水，我有偌介意这个所在。颜子玉一步一步引领达悟的囡仔，将传统的服装穿回来，为着搁较完整传承达悟文化，也有国小今年实施民族教育。校长陈淑文坦白讲，老师的负担确实变愈大。你若去受这个民族教育落去吼，绝对是生活变足凄惨的。老师的生活啦，你就是爱花足侪时间来读因的文化，做因的代志。你啊，共款的薪水为什么咱比别人做较济有无？啊，毋过就是教育热忱。你若甲老师引发出来，大家就拢会跟咧做啦。面对教学压力，学生上课时专注的眼神甲笑容，无伫卡就是上好的礼物。毋过，兰书地理位置偏远，若开始透东北季风，就进入交通黑暗期。老师一出兰书，定定是毋知影当时才通好转去。我实在想讲，我都找一两间教室，透过远距教学的方式，那现场遐你讲找到。我都安尼家囡仔教起来，老师真正老师在上课，可以让课程正常的教学下去。兰屿现在有4所国小、国中小，加上1所兰屿中学，就5所学校。那有没有可能滞留在本岛太多的时候，这些学校有没有办法合班上课的可能性？跟作为老师讲，因为知影东北季风的威力，寒人的时也较少离开兰书。兰书有山有海。这个囡仔享有的资源，伫别位有钱嘛买袂着。
外界对偏乡的印象，甘主委认为，若换一个角度想，就完全无同。其实我感觉因欠的是咱即马即个世界，互因的一种，我感觉无一定是正确的观念，我感觉是物质上的即个物件，无一定是生活顶的即个重心啦，所以欠甲无欠。其实观念无共的，无共。已经点伫兰屿14档的甘主委，用音乐甲舞蹈引导兰屿的囡仔，成做快乐的小飞鱼。进前，伊看到家长迄缘经历社会的歧视，将原住民文化藏起来，甚至想要学都市人过日。经过这几档的推广，即阵已经豆豆啊有改变，在地文化真正存在伫生活中。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东报道。在地看煞，咱来看世界。拍火是消防人员的查甫，大部分拢是查甫的较济。也毋过澳洲政府为着要落实男女平等，最近这几档嘛有招查某的消防人员。经过训练了后，因同款伫火场出生入死，因的战力无输查甫的。甲车门开开，骹手真美丽的落车，开始穿真重的装备，落尾着游水鼓，两个人一组合作，开始替导火车来拍火。为着落实这场性别平等，澳洲塔斯马尼亚省的消防局过去这几年积极招女性的消防员，目前规个局300个消防员内底，已经有15个女性的成员。I was struggling with a piece of equipment when I first started, and an old firefighter who was, on the job for many years came over and said, that's why females shouldn't be firefighters. 过去讲到消防员的职业，真侪人拢认为讲，敢若男性才会当做这份工课，因为规身躯超过40公斤的装备，互真侪女性无法度负担。毋过为着改变这种印象，有女性申请签约来担任消防员，透过互相合作，加做拍火战场的一份子，嘛互消防员毋是单单是查甫人才会当负担的工课。This sort of idea that it's a male thing to be a firefighter is sort of disappearing now when they see the women are equally as capable to be great fireys as the men are. 今年才24岁的年轻葛瑞汉是规个局内底上少年的消防员，因为想要做节奏较紧，佮会当家己动手有意义的工课，落尾决定讲要来做女性的消防员。若是伫咧女性成员增加了后，消防工课的工作气氛嘛豆豆伫咧改变，大家拢若像一家伙共款。Everyone is really welcoming. We all get along really well. I just think of them as my brothers, or some of them my dads, I guess. Some of them are a fair bit older. 就算训练过程当中，劳力较重的工课也是由男性来主导，招消防员的工课嘛是由男性来主持。毋过真侪加入来训练的女性消防员，因为个性有女性的毅力甲耐力，嘛伫咧准备工课当中担任各种辅助的角色，甚至是会当家己组织一队应付小型的火场。It's a really good balance, even now on shift. The way the shifts work, you get a lot of family time as well. 政府目前除了积极招女性的消防员以外，嘛无排除讲，互女性员工会当以兼职的方式来应征，用更加有春秋的方法，达到接场男女平等的目标。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去年有一寡太空任务甲研发受疫情影响去延误着，毋过今年就无共啊哦。今年美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中国拢有太空船会降落伫火星。这几年伫咧太空事业进步正紧的私人企业，美国的星际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伫咧国际太空站运补，已经有法度甲波音这款老牌的航太大厂竞争。2021年会有第一位坐天良号太空船的欧洲的太空人，是来自法国的托马佩斯凯。It's great to be the first European to fly on a Crew Dragon. I flew on Soyuz before, very reliable, but now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new vehicle, completely modern, and I'm very excited about it because it'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flying in space. 比超前的波音当然袂安尼就连输。首先是研发计划风波正多，重型载运火箭 SLS 会伫2021年的11月成功。伊所在太空船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制作的拉合千字号。SLS 伫咧以后登陆火星的任务要正重要的角色。拉合千字号算是美国要重返地球的开路先锋。当然，一开始是无载人的起飞。太空人若要坐拉合千字号，要等到2023年。除了各国各式各样的太空船甲探测器继续飞向太空，
人类自地球顶透过太空望远镜观测宇宙的任务也未停落。老先摆哈勃太空望远镜为人类的太空观测做出真侪贡献。伊伫2030年到2040年之间会退休。接手会韦伯太空望远镜目前是暂定2021年3月出发。伊会用高精密度的零件反射天线，侦测所谓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宇宙形成初期大爆炸了残留的红外线证据，就此来了解宇宙形成的奥秘。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太平洋岛国的疫情虽无无啥食力，也毋过因的经济嘛受影响，原因是当地出现粮食的危机。斐济政府除了延长掠鱼讨海季节，即嘛鼓励民众种植，希望会当暂时渡过难关。太平洋岛国因为地理位置较偏远，新冠肺炎的确诊数真少，不过因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We're looking at a part of the world that is very highly reliant 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t's relian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virtually overnight, thos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disappeared. 太平洋岛国地理位置较孤立，会让种植的土地有限，国家这几年都市化程度提悬，真侪人本来是做传统农业，拢改做观光产业，食物的部分改做进口外地食品，像罐头装的咸牛肉、面条这款加工食品，取代原本地种植的番薯甲蚵仔。不过发生疫情了，真侪国家边境拢封起来。斐济政府延长会当掠鱼的季节，希望增加渔民的收入，或者是直接掠来吃。一寡地方政府结果的民众回乡种作，家己种家己吃。像斐济这个哈姆特维塔甲马列瓦里塔，本来伫咧大城市的度假村饭店内面食头路。受疫情影响，互人是头路，规家伙仔的生活拄着困难。For now, we have whatever is there. We have napkins. We buy napkins for the kids. 为了要省厝租加食的物件的支出，因决定要搬转去庄卡大。特维塔虽然时阵因兜就伫咧种作，所以也阁会记安怎种。这么因兜至少有食物通食。But now I have to plant and eat whatever I planted. Whatever I want to eat, I have to plant it. 虽然生活变得较简单，不过因至少会让家己强健家己所需要，但是也是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回到原本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日时开始，温度会豆豆回升，中南部高温有27度，也毋过爱说日时暗时温差真大。明仔载暗到后日，东北季风阁会小可增强，伫大台北甲东半部有局部地接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是10度到20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众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